国家妇女馆对2015年开始推动女路的导览活动，要对全台湾各地头景点来看当地女性故事。今年国家妇女馆针对鹿港女路举办导览员培训计划，行鹿港灵山寺、丁家古厝、望灵巷这景点，来思考到性别平等的议题。 一群人行到鹿港高雄大家族顶界古厝，导览员说明顶界后代丁文生因为有抗日的背信，互人以思想犯的罪名列入假角。这是国家妇女馆举办的女性路线导览员培训计划，要为各地头的景点来看当地的女性故事。当时伊甲罗河吼关做伙，当时咧罗河对伊有一个讲法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这个性地吼已经互关啊，搁遮尔无顺从吼，可能会食真济苦啦吼。我想伊传达的是一个女性特别的精神，伊对于家己人生的一种反抗吼。 在过去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之下，女性的贡献牺牲较无人看到。国家妇女馆为2015年开始推动女性路线的导览活动，目前已经有15个县市加入，有22条的路线。其实，因为我们就是长期在性别平等跟妇女权益的方面，想要透过不同的方式，那其中就是想要透过导览，然后从女性的角度出发，那全台包含就是我们从台北出发，然后一直到各县市。那今年就是在彰化的鹿港。 也觉得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。国家妇女馆表示，女性路线是一条大家拢会使来行的路，甲地方的景点结合女性故事，互大众思考生活中性别平等、妇女权益这议题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